蓝正龙大哥来帮我们讲一下。老师今年真的有人跟我说好了，不用了，这小了。2万我帮你拿。我们32分室的弹拨天，我们这边怎样？我这边 OK， 演出是长虹，一切 OK。接下来看看我们左边，来，我们左边，请曾佩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先请问小弟老师几岁？青春是70。哪有老师哪有年纪这么大？你乱讲。现在讲。OK，anyway，好，这块剪掉。就是呢，重点是当我看过小弟老师他拍戏的拼劲，我真的很想请大家关注这部戏，因为你错过这次，以后不一定会有别人是这么好的机会。我在这，这辈子我会不会讲话？我在说错过。错过这一次，我只是这样子。错过这是谁啊？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对，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我就不废话了。我觉得这是一部我觉得颜值最高、实力最坚强的实力派演员们一起演的戏，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哎呦，不说了，等一下讲错话。对，蓝正龙大哥来帮我们讲一下。老师今年真的有人跟我说好了，不用了，这小了。2万我帮你拿。我是跟你说，他再过几年快70。对，还没到。我觉得就是机会很难得啦，因为跟新加坡的演员一起合作，当然还有那个新传媒我们一起合作，跟台视啊、八大他们一起合作。那其实真的就是现在做电视，我觉得很不容易了，真的很不容易啊。每次我在拍戏上碰到什么困难或细节没办法理解的时候，他就会冷冷来一句：“这就是剧本哪里有写啊，所以他的心情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觉得就是影帝就是影帝，就是看的有时候我觉得哇，我好像真的太大辣辣了，有些我没有看到的。然后也是很受宠若惊，因为他是愿意跟我说话和聊天的，所以说，像我们有时候演员大家感情都很好嘛，有时候像那个炯江也问过我啊，他就说：“哎，你知道吗？有一天。”不如主动跟我说话哎，我已经变剧组，完全的大家之间的传闻，对，跟你说话，你看他真的是不是？如今也有对我笑，吓到我。所以一开始是觉得他是很难相处，就是觉得他冷冷，就是觉得他比较讲的啦，对，佩慈说的，佩慈太好了，变成我们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啦，就说布鲁哥哦，今天皇上有点你吗？这样。那刚刚佩慈自己是不是断了自己的戏路啊？断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哦。没有，可是跟各位说，小弟老师最近看我每一次的口头禅都是佩慈什么时候要邀我当你演唱会嘉宾。小弟老现在在跟你切断撇没有，清关系。我等一下下去会下跪。可是我觉得我演艺生涯出现这么大一个，我平常真的不是这样，他平常就是这样。